市民先生，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先生节目。咱今仔日呢，要为大家访问到这位人物呢，伊是教师，是律师，嘛是建设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伊嘛担任过一个国代代表，嘛是现任的议员，非常无简单。但是在这非常无简单当中呢，伊也阁会当热心公益哦，非常关心这个海洋保育甲生态，而且呢为人民争取权益，素人钦佩。所以今那呢，咱就来欢迎这位呢具有多重身份的这位非常不简单的人物，让我们欢迎九城建设董事长陈坤和议员。主持人好，敬爱的乡亲，大家好，我是陈坤和。哇，今仔日真正非常欢喜的，当访问到我们陈议员啦吼。陈议员其实呢，我想观众朋友熟悉你，大部分拢知影讲，你是一位人权律师，嘛是议员吼，安尼熟悉你的。但是呢，我想你包括讲，你阁是一个建设公司的董事长，哇，你阁是做过这个国代，而且你真的是很热心公益，所以呢，为什么你会遐尼成功？大家应该想讲，哇，这安尼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出身应该是有一寡故事吼，大家知影开当培育出吼像你遐尼优秀的人，所以呢，第一节目一开始吼，我想要就替观众朋友来请教你啦吼。我咱知影讲，你是出身这个书香世家，因为你的爸爸是教师，你的阿伯是校长，所以呢，你本身嘛是做这个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所以咱为你自细汉来讲者，咱嘛知影讲你是出身这个大家庭，有8个兄弟姐妹，对不对？是。嘿。我。真卡囡仔，真卡囡仔哦。我足感谢有一个非常健康这个，互我会当安尼伫这个健康的环境上吼，安尼来大汉。所以呢，这个健康的家庭就是非常的温暖的家庭。我的父母，我爸爸落去是校长退休。他去年刚离开，刚17岁。哇！伊是校长退休。是。我知影伊伫教育的时阵，伊是教导伊学校伊做教导做10岁当。哦，做教导。做10岁当。我大哥是屏东师范，伊嘛师范，那。伊带阮这兄弟姊妹，伊家己伊比我较高足济啊！伊书记官、律师、法官，逐拢考调啊！所以这算做兄哥好的带头。这小弟小妹逐个拢对带啊真好。对啊。所以伫家庭内底，阮是小康家庭。阮拢逐个拢白手起家的。但是家庭非常的温暖，是兄弟感情也好，所以我嘛这种环境自然去读师专，读师专也跟着大哥的脚步，的自修法律啊。我没有读法律系啦，对，我大哥也没读法律系。没读法律系还可以考上律师，个人课题就书无简单呢。所以阮后代家囡仔，大家拢读法律系啊。听讲恁内底就有7位拢是律师对无？还有4位有这个法官的资格，3个法官。哇！这还个2位年轻的，一个做检察官，一个做法官。所以从教育读教育，来转到法律，其实阮咧重视所以阮足重视教育跟文化。那为什么会重视教育加文化？因为教育是一个根本文化，会互人对家己的行为负责。因为若重视文化，会想讲，安尼做有人会看。伫家庭安尼做，囝儿是会看。外口你若交人的互动做代志，后盖社会人的评论，这个重视文化的重要价值。这嘛是按。府城上大的价值，
对，因咱就是文化古都。对啊，文化之都哎。所以对这个文化的迄个首都，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的，迄个感觉真荣幸住伫咱这个迄个文化古都内底。对，哇，所以呢，会当讲哦，你是来自一个很开心、很快乐、很温暖的一个家庭，对，然后那个你家里的人很多都是教职的啦，然后你的兄哥其实你是刚给你，对不？是。哦，他就是带头带领这些兄弟姐妹，让你们就是可以奋发向上，然后。除了告诉你啊，你工作不简单的讲，你不是读法律本科系，但是你却可以靠着这样子自己去学习，然后考上律师，那为什么你会从教师要当律师？是因为受到哥哥的影响吗？教师当律师，这嘛是笑话啦。这笑话吗？因为我分发伫婚姻教册，但是我教册的时阵哦，我的过程中是，迄阵做老师真辛苦。对。一礼拜徛伫教堂吼，爱徛29节课。哇！29节课，我70年开始教册嘛。29节课的时阵哦，我想想讲哦，头前迄老师吼，因嘛拢50外岁啊呢。我想着讲吼，我若50外岁还佫徛伫教册，还佫爱徛29节课吼，我毋知站得掉袂安尼啊，这想讲哇，这个徛落的时阵哦，但是我伫学校教册我嘛真认真呢。我甲英时啊，还佫做公司，还佫做公司。我迄阵英时还佫值班，阮的老师因为我住在宿舍，所以阮老师若要值班吼，我就讲啊，毋免啦，你免咱咧来，你倒厝陪某仔囝。我给你值班，所以我都变做学校职业值班。哇，你这样好，要帮人值班。职业值班，所以拢叫，其实我也不算什么成就啦，那些小小的，感觉家己做代志，对家己肯定啦，安尼啦，然后觉得做得还不错，我的个性大概是对于唔知的代志吼，有兴趣的代志，我都会去想学着去尝试。我是兴趣多广面吼，伊若说精是拄好考调律师吼，迄个部分稍微较精一点嘛吼。村内应该都在学习啦，党拢在学习，法律也在学习啊。是。哇，所以自己就是说，因为自己有那个心呐，想要向上，所以才会当然受到那个哥哥的影响。对。哇，所以你们就是教师、律师世家对不对？相种啊，给大家从家庭这样来。因为我的家庭是。不是我们不富有，我们只是小康，但是感情很好，对，所以我们对于钱财我看到出大，钱财是大家必须的，是，但是我看钱财是要用的，所以我对于钱财就会比较淡一点，因为情感比较重要，对。所以虽然是安尼讲啊吼，但是真正是无简单。佮做律师了后，哇，后来，然后你又当了这个任务型的国代，对不对？那任务型国代是那个苏县长哈，他一直希望我能够走政治的路。因为当时他反对槟榔工业区嘛。对。那后来我接着跟他反，然后一些公众议题。对。公众议题。我们是一个国民党的家庭嘛，我们事情当然会去找国民党，迄种我拢无插政治，我做律师嘛是做律师的工课就好，对，政治互人去插，为着公共议题的时候，发现讲，家己来关心的时阵哦，找迄个国民党的国民党既然给我们介绍去找民进党，说那个比较会抗议你去找他。所以我嘛是安尼叫苏县长、苏万之县长熟悉啊，伊在做立法委员。对。那按看人人情，按你爱行人人情啊，但是都是公共议题，我们自己没有人情可以。对。因为按迄个，我来讲啊，阮这家己人唔通去拜托人，所以爱靠家己的实力。所以去拜托啊，拢公共事务啦。对，所以讲到这个公共事务，咱知影讲你伫咧做国台坎做议员进前啊，你很关心这个公共事务，包括一些台电设这个基金等等的。这个很多人不晓得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开始做，我其实是去为着安尼专门开发，要台电要做提防公告曾文熙，提防做变电所。一个高压电台，超高压电台。哇，这样。而且开10座都假处了开到
国庆桥当你猜入，啊，菜达迄个即个迄个堤防上，我看到，因为阮准想挖迄个啥提风卡嘛，对啊，我就想着讲，我门拍开隔啊电台台伫厝前安尼，啊一菜就几60担嘛，所以我就啊，该做这个代志我拢唔知影吼，对地方的事情啊，较唔知，当然俺就去问嘛，因为俺无插政治，俺是做俺的律师尔嘛，工课做好安尼，就是安尼去参，就是我第一个议题，公共事务的议题，才发现哎呦，家己的权益吼，爱家己去顾啊，安尼。对啊，因为真的讲去猜你唔知影，结果就啊，家己生活周遭发生这个代志，啊，所以这个俺去拜托人了。那所管长就感觉讲，你应该来关心公共事务。我无，这代志处理完，搁要做律师。我跟你讲过，所以润日醒国民大会代表之前，他也希望我参加很多的不少的选举啦。但是我都把他推迟掉。因为他觉得你是人才呀。啊，我就感觉讲，迄个家己吼，家己先迄个第饭碗够用，家己经济爱健全，啊。这个事务，俺是不是行有余力啊？随缘，遇到了该出面，俺开来出面，先从家己的经济先顾好。那时候我的前提就是先顾好自己，顾好自己了以后，才能够去照顾别人，那是我的想法啦。对啊，这个其实是很正确。你自己就是说，你的经济什么都没有问题了，那你就是可以放心的去为大家争取权益，对不对？去当这个从事政治。对啊，所以你经济方面你嘛是做到做好啊。就是后来你又做建设公司，其实跟你教师、律师为什么会变成建设公司的董事长呢？不简单呢。这是拢朋友迄个相经的啦。俺伫社会人会招俺要做啥？俺最主要俺有法律专业嘛。迄阵拄好伫民国79年、80年吼，79年的波斯湾战争啊。迄阵股票12000万点，把它上来到2、3千点的时阵吼。那时候真的是我们的经济也从那时候开始慢慢垮下来。而且整个垮，那因为当时候的房地产是按的经济指标嘛。所以落来的时阵那时候的一个动荡我拄好做律师看到拄好伫法院，现在去拢伫迄个法拍迄个民事第五法庭比较多法拍讲甲安尼旧的电影法院遐，所以看了一些所以就小小的所涉咧，所以开始讲无投资一个，咱这律师就有钱，就甲投资一个，投资一个了就刚好，那房地产垮下来的时阵有大量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的时阵，迄量就足大，佫俗。所以迄个较朋友就讲无来甲参与者讲就低点低点投资的低点去投资，投资了不良资产投资完的时阵，迄阵我人伫大陆在读册，我那时在北京大学读书，安尼所以落来都那就做看嘛，所以说在建筑业就开始走了91年。所以落尾去我写硕士论文写的时阵都调按的国土资料甲调出来。因为我进入房地产的时阵是按台湾房地产上架的时阵。哇！就开始房地产开始一直开，一直开的时阵行到近，等于行18档、19档。当然之间开的时阵按台南较慢。台北遐先开，对，所以以按台南的时大概也有15、16年了。这个不能有15年。所以你在最低点的时候，然后投入这个建设公司所以幸运啦，哇，幸运。对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建设公司经营得这么好，而且我们知道说你的建案很多还有得奖，对不对？因为我在读师专的时候是读美工的。美工。所以我喜欢这个也会喜欢看美的事物啊。对。所以厝的时，若去一般的厝，我就看了袂啥的关系啊。也感觉看家己介意感觉家己介意较上得这厝买人啊。家己若无介意，佫要买人，家己感觉心虚啊。所以你会很注重说你的建案一定要这个外观内部都一样很有美感，对不对？要有一定的品质啦。
安尼啊，所以我的厝无好起，安尼啊，但是我起厝我是重视爱树木，爱树木，上好有水，安尼，所以因为我本我感觉，咱的土地本来是农地，变建地，变建地的时阵，起厝是制造二氧化碳呢，厝是伫遐制造二氧化碳呢，咱一块土地本来有青草，你甲用了起厝的时阵，那迄间厝底下是日头晒落去制造二氧化碳。对啊。所以咱应该用土地，爱保湿啊用，保湿啊用就是该起厝的所在较起厝，该车辆要经过的时，爱互伊安全灯。若其他会当放出来当绿地，放出来当有水，安尼的时阵吼，我们制造了二氧化碳。用了一块地，至少种了几棵树制造氧气把它补回来。这是安尼一个观念啦。对。其实安尼嘛较水啊。对啊。你这观念足正确啊。若走去日本看人的日本的时阵厝足高，但是伊阁有加变高的树木。所以人个树木就看出讲，这个都市大概有内涵无。若走去日本的表参道啦，树木的时阵，所以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文化内涵是全面在看的，不是建筑物盖得很漂亮，那其他的光秃秃的，那迄个质感也无去，会欠缺啦。对，没错。所以现在其实很多建案都会要求说，大家都喜欢生活在这个绿意盎然的地方啊，对不？对。哇，所以你的建案其实是拢做做成功的。所以我也得了不少建筑园艺奖。对啊，园艺奖啊，得奖啊，哇，迄无好得呢，迄真正有够无好得，园艺奖困难。当然，你也进行淘汰啦。对啊，那个很困难呢。对啊，哇，所以可以得到园艺奖，真的是很大肯定。那个是设计师搞。你太谦虚了。你这个当属度，你不要甲支持啊。对，所以哇，那你这样子又很成功的当了这个建设公司的董事长。其实我觉得你一路走来都很顺哎，从老师、律师，然后又当建设公司董事长，国大代表。然后后来为什么会想讲要去投入参选议员啊？人讲政治不归路的，你敢会感觉安尼？这就是有当时想袂开，想袂开。但是迄个阿吉伫心肝内安尼看的时阵到因为选举迄当我58岁，我是因为以前人家要我走政治的路，希望我能够为民我都一直在想说把自己的事业做好。那时候你都没有想要选吗？就不愿意啊，因为我感觉家己生我家己的步伐做就好啊，而且我个兴趣也很多，安尼啊，这不是我的兴趣啊。是。但是我们都一直有一个感受，我们的旁边的关心的人，就刚好我在3年前去读了《易经》。《易经》是我们的华人的重要的一本经书，是雅经啦。雅经是最重要的一个迄是按古早6000外当以前就八卦的时代八卦是伏羲圣人6000外当啊。我读了的时候，看去了原来有独善其身，然后呢跟兼善天下的这些道理的理论。想着讲，按你家己过好要独善其身独善其身你还要做什么？哇，所以是读《易经》启发了你。我觉得说，竟然还有也有事物，那这个事物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父母亲生的嘛，但是呢，我们是大地跟天所养大的土地是按的大母亲所以按的大母亲是厚德载物，可以载满很多的事情呢。按的天是非常宽广安尼想伫遮出世的时阵会当为这个所在为这个大母亲也是这的乡亲来做什么代志来回馈安尼的时阵我们是大概比较会心安比较心安也是我大哥教我的。我大哥当法官的时候，现在当律师，我做律师伫阮兄哥遐学的。我兄哥讲其实人生无啥，
但求心安而已啊。但求心安，但求心，人生一生吼，但求心安了。我想着讲，但求心安啊，人大地饲啊安尼，就独善其身就好了嘛。所以才来也关心一些事，也刚好这些事物呢，是我一直很在乎的。我拄才讲了，安尼重视于教育跟文化，对，但是安是文化高度。可是安尼文化高度，我感觉安尼主政者文化高度那是挂伫嘴。嘴讲讲的，无是这做吗？文化高度这嘛，因为我伫安尼不动产业做理事长，我会参加较侪，包括安尼政府机关的公共事务，比如说我做台南市都市计划委员，对啊，我中央会去关心整个的这个不动产业的发展，所以参与较侪了后，你看发现，哎呦，唔对呢，安尼做落较会变文化首都，安尼，若这安尼做落的时阵，若台南市政府无好啊调整脚步，预估，会变高雄岛台南。高雄岛台南。所以这是一个，所以我感觉我来讲，安尼伫遐市无简单合并，因为合并迄是做前半段班啊，无你也是后段班啊，因为直辖市就越来越多嘛，对，你就5都嘛，来6都嘛，对啊，这前半段啦，因为它直辖市后面就是省辖市交关啦，所以已经占到前段班的时阵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啊，因为闸门溪是整个的大台南市的整个的重要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的一条溪啊。安尼啥？安尼府城是历史的讲台湾的文化发源地耶。伫府城，但是整个府城产生的这400栋来的时阵，迄是交台南县的部分、溪北的部分是完整的一个历史的文化。但是这拢伫遮做的时阵会将溪北放弃，那个不是一个整体完全的一个古都啊。安尼古都是因为假设地神公伫遮办案，伫遮办公，部队屯军伫附近啊，溪北啊附近啊，所以那个文化要从这边谈起。所以建设伫遐市，本来府城归府城，台南县归台南县，真合并拄上好，会当完整建设真正的古都台南。结果执政者伫遮母，遐边缘去啊。就边缘化，边缘化去啊，溪北边缘化去。边缘化去的时阵你爱甲整好互均衡，迄是执政者应该做的。伫阮做律师的人叫做你爱公平正义啊，你爱遵守迄个和平主义啊，和平也是平棒啊。对。平棒毋是讲你爱较济，你爱较少，是你该做你家己的，伊该做伊家己的。但是我们有点失之以轻以重。以轻以重的时阵，正中央早的国民党来民进党跟国民党都在架构我们台湾的未来的三都啊。我们台湾未来的三都，迄伫咱的国发会做明表，就是北中南都啊。南都不是高雄台南都哦，南都是高雄都。是高雄。那高雄都是将来就高雄都台南、高雄都屏东、高雄都台东。所以我为什么会去来选举？其实嘛是为着这个代志，要好好来交政府机关。虽然已经2任8年了，我不及参与，但是黄伟哲市长是第1任，我来好好去谈，怎样才是完整的台南都？无的时阵，你被高雄都台南，我们干嘛要当南都？我们就是古都台南。更何况我们已经直辖市。无我啥物多，讲较简单就是，你做东京嘛无要紧，但是我是京都。我们要用京都的概念来好好的把我们的台南都经营好，我们才不会将来三都的时候是高雄都台南。对，哇。
所以你都要按呢，都要导入迄个选股。按真做这些建设拢是准备要交高雄念做伙啊，毋是袂使交高雄念做伙。爱先交台南市本身个性好了，我交你念拢无要紧，但是台南爱个性啦。你台南若无个性的时阵是牛虎城去交高雄念做伙，溪北的时阵无走去交家己做伙。这是这建设的时阵，整个建设条件、人文条件会拆掉的。安尼就无拆，这条溪本来是安尼迄个台南市，安尼大台南的母河，都变做甲架成一条的界溪，安尼就无拆，安合并啊。对，就变成原本希望说可以它是孕育我们的河川，结果变成它反而把它一边分到高雄那边去，一边分到嘉义那边去。所以我第一次问政的总执行的，就甲俺市长讲啊，讲市长，你今仔日若安尼看待溪北吼，后届的时阵吼，南都就安尼看待台南，因为你甲迄个啥新娘，迄个溪北甲边缘化，后届咱交台南迄个高雄，安尼建设无前差高雄差足济啊，对，安尼。高雄的建设足进步啊！你若甲卡做伙的时候，后届哪想伫迄个安静伫遮看新娘哈，看溪北啊，哪想后届高雄伫遐看安台南，哪想伊台南要看新娘是？对。因为按中计在做家庭啊嘛是原来高雄嘛，乌来嘛是高雄嘛，罗顶嘛是高雄啊。对。去到遐正高雄市区内底的时阵，安遮是毋是哪想新娘是啥？所以这个事情吼，按迄个新为伫遐市的市长的时阵吼，伊会讲爱看到遮好啊，甲台南市建设一个完整，无，所以我会感觉讲，按过去的首长、遮的首长的时阵，根本伊是看中央的大位，伊毋是真正落实的经营咱台南市。我伫市政总主席，我做议员就是安尼讲啊。对。这大家会当摕来讨论的。是。我嘛做爱因交啊讨论，因为这是大家在讲道理啊。我若讲无道理，你还甲我讲，君啊，你讲安尼唔对，你讲安尼有问题，大家来讨论，无你认为安那？对。所以这是。所以你是为着因为看到这个溪北安尼合并之后好像被边缘化，所以你都要跳出来讲要来选。咱知影讲你准备4个月就选掉啊，对无？是。所以无简单呢。做歹势啊，4个月共地方共乱安尼，阮的乡亲迄个愿意，互我机会，无阮是较保守，安尼去人讲你敢会真较来？话讲真甲要你选，你都唔选。等你足久啊啦。你敢永远走出来选？对无靠可能讲4个月倒入去随动算呢，所以表示说你在地方的民意还蛮坚强。对我们也没有在经营，只是我们这边可能吼，迄个少人嫌较侪人甲得了安尼啦。你嫌这是主席当大家小经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乡亲好像也认为说，无困难来做看卖嘛，无4个月，所以我就一点一点安尼做，安尼，大的目标伫这中的小，安尼来定，一个一点一点来做。我觉得我们的乡亲，我觉得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对。我嘛感觉目前按台南市政，我讲的话，慢慢有唤起他们的一些回响。无我第一档的时候，我挫折感足重啊。对啊，挫折感是安怎？因为你为了这件代志跳入来，结果跳入来了发现讲，家己就是为什么挫折？因感觉我当一个议员，一个议员一姓尔，讲话的时阵，应付的时阵好像也不是很在意啊。所以在上一次去上一个会期一开始，就跟我们市长就杠上了，就杠上啊！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跟他杠上？这个对呀。其实那件事情我也讲得有点急啦。其实我是足急的，为啥足急？因为我58岁才来做选议员嘛，所以对我来讲的时阵我要互俺台南市整个完整的发展的时阵。对我来讲是有时间压力的，你就觉得很想赶快把它做好。对啊，因为照道理我是爱做少年就来做这工课，但是58岁要退休啊，才来做这工课。我做代志我是排进度的啊，
排进度的啊，当然按是做议员尔。但是我觉得他应付我太多了，所以我较会急。啊，急的时阵，我甲黄市长说，你，这市长，这4档，你对俺台南市无建设。他当然会反弹呐，所以你讲这个事情我对我来讲无介公道，我开无建设。我感觉讲上紧，我讲你任内4年，你任来这4档，就你做市长，你对大台南市的建设，你无计划，你家己做市长4档，因为你真做的拢热情着做市长，也是真介市长规划建设要做的工课，你家己无建设，对于阮溪北大北门区。安尼我甲讲，因为我是溪北的议员啦，所以我足急啊。市长伊本身嘛是原台南县迄边的立委啊。当然啦，所以我讲了后的时阵按足者伊迄个回了，我都伊无法，我都请他上执行台啊。不伊拢伫安尼迄个因拢伫迄个啥所长室，也是迄个互我执行就好嘛。伊甲我。迄个回第2届，我就请伊上执行台。迄一天，阮等下看了直播的时阵，想讲哇，这个议员这么呛诶。迄个啥，我拄则是毋是讲我当民进党的党员，对，然后当过民进党的全国党代表，当民进党的迄个不分区国民大会代表，把民进党更桥更。总统更5届，市长更管市长更4届，然后我退出民进党，用无党籍的身份来选举，让我选上，我还对你客气要干嘛？没错。我讲恁家己批评批评，那我批评你较差不多尔，无你甲讲我对这批评唔对，所以那件事情刚好局长他们听懂啊，因为局长听得懂，对，因为我们现在再有几个大案在进行，按照国土计划法，对，按照国土计划法的形式，县市合并之后，最大的一个规划案，但是这个规划案的时阵，对于按冲击非常的大。冲击在哪边？咱给咱乡亲说明一下。来，国土计划法通过实行了后，按呢都市计划区的土地发展无受到影响。因为嘛是台南市政府主导，是。但是按都市计划区以外的土地，后届是中央的管，不是中央的主导，地方当有建议的管理。这样真的是很迄差足济呢。地方的时阵，那37区嘛还搁伫遮摆呢。若走去中央的时阵按台南市37区，迄个别个县市的先看偌济，几百个乡镇。走去伫中央内政部底下排队，所以对这个国土计划法的处理，我们想过照进，中央定这个立法委员定这个法，也想紧要甲配合实现。我讲你当做中央发一个，按照迄个部队的爱跟着中央的脚步走。所以我今仔包括今仔日嘛迄个。甲咱的督发局长甲执行讲，伊落来了，我甲司法局讲，国土计划法是中央集权的一个法律，以丧失地方自治的地方的民众对地方关心的参与权。对。他的号称是目的要好好的管控我们的土地，不要随便乱使用，然后把我们的农地要把它保护好，所以用这样要定一个由中央来管理的法律。事实上呢，那个已经对我们，尤其对我们的农业县的发现，将来会遥遥无期。哇，对啊，我来讲啊，我讲那顶过的时阵，安尼拄啊，安尼我拄啊好做。我若无做不动产公会理事长，伊嘛无时间去涉内，因为我做律师基本6法，袂去处理掉有关于我们的国土计划跟都市计划这一些啊。对。但是也接触了到这边，我们又有法律的专业，然后了解，哎呦，
啊，看你做，所以有很多事情吼，安尼乡亲是无完全做清楚的。一般民众应该拢唔知啊。来，对啊。实施了会发现啥？哎哟，啊我打一个厝坪哦，打一个起一个寮仔的时阵哦，100新台币100万4吼，哎，上我甲我发600万拄好一间厝。俺当然唔是讲俺当然是无赞成去违建，但是俺嘛无赞成讲，开玩笑的，哪想要掠贼，哪想强盗的。其实那个法律本身是有恶性存在，伊要甲你法的角度来甲你处理，但是基本上这个法律本身唔是公平。迄安尼乡村，安尼村落伫遮。乡村移种建地，按会当起厝，毋是都市计划土地，但是按都市计划，按个国土计划法实施过了后的时阵哦，来，伊是无人互你会当边仔去扩张，因为你边仔拢农地，按照道理爱准备讲我这个村落，阮嘛是努力讲，阮的村落有发展的机会，无互阮后盖互阮膨胀一下，台南市这点无做到。这你无讲，人唔知呢。哇，好佳在你拄好有这个律师跟这个不动产方面的这个专业，靠法度去了解这个问题。尤其按这庄卡吼，唔是安福城无问题，因为安福城几乎全部都是都市计划区。安尼啊，拢是安尼。但是迄是影响到按完整的台南市整个的平衡健康的发展。是。按伤过早。因为中央太急了，中央急嘛，一直动啊到紧，事实嘛是还阁伤紧。因为迄爱好甲盘整，迄个精力又好。无的时阵，安尼，我刚听咱周奕奇议员讲，你若实施落的时阵，阮每领的梅仔树嘛爱错。哇！因为阮梅仔树迄拢种伫迄个啥，迄拢违法栽种的啊。来，阮咧土鸡仔城的时阵哦，你嘛要准备甲阮清河湾，清河湾的像阮遮相对阮山区的民众的生活伫倒。对啊，观光旅游也都受影响了。都受影响啊，所以中央已经急躁的，因嘛有慢落来，但是按地方中央抑阁唔知，按家己台南市府城本身爱更加来注意这个代志。从遮来处理又好，无拿后盖发了，你看100万、600万的时到时吼，会产生，我甲讲，你不要不小心产生政治的争斗嘛，因为你去侵犯到老百姓的生存权的时阵哦，那个有时候会拿命来相拼的。所以我感觉讲，有这是一部分啦。对，所以听到这，我感觉讲，其实你的成绩已经可以去选立法委员。因为在法律方面，你确实相当的专业，非常的专业。你敢会考虑要选立委？你敢会考虑？我议员唔知做会好袂？听讲你做议员进前做到很挫折，然后你还不领薪水，是不是？不领薪水这件事情。因为我第一年哦，发现政府机关他们好像在应付我啊。在应付你哦。应付我啊！小公，你这个新的议员菜椒啊，给你应付着。对，应付我啊。那我在想说，那我当议员的时阵。等于没有成效啊，所以领这个薪水，对不起乡亲啊。所以你就无领。我不领。哇，到后边你应该有成效啊，大家有看到你的表现了呢。你刚刚有继续领回来？没有，有薪水没有领的话会有成效，那就不要领，不是？就不要领，哇，就不要领啊。你有建设公司当后盾啊？我们议长后来有把钱存在那边，那个说怎么处理啊？说那到时候任期满了以后，就捐给慈善单位啊。哇，这样啊。哇，我们又不是为了钱来那个，而且我刚才讲哦，我们根本就对财产、钱，我们都带不走啦。不是因为你想有钱，他安尼讲，是因为你真的认为说这个钱财身外物带不走。对啊，我刚才讲啊，我家人，我们家里也都一直小康不富有啊。像我大哥当法官，还要照顾我们的兄弟姐妹，没办法，只好把法官辞掉啊。不做法官的时阵，要安那倒教狗小弟小卖，总不能把法官拿案子去卖吧？
对，所以对我就把法官辞掉当律师啊。哦，因为法官薪水比较少，律师可以接案比较多。律师是自由业啊，所以我们对于钱财的问题，我也感觉讲，人际关系哈，要相处得好，那个情感比钱财来得有用。哇，真是很特别的议员呢，没被人家薪水，也不在乎这份薪水，但是把事情做得很好。所以其实我有听过你身旁的朋友说，你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哦。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啊？他们是说哈，奇怪是我跟你讲的。哦，你跟你讲的。他们都跟我形容的很好听。哦，很奇特。对啊，奇特啦，什么都有啊。只是讲，我也讲，你也讲奇怪，你也干脆讲奇怪。对。其实这个人的价值嘛，我特别，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价值啊，那种价值我们就觉得让自己觉得很快乐。你那个价值是什么？很快乐的价值。我们的价值说得安心安嘛。我们都够用嘛。对。那我们对于我们关心的事物，我们去关心嘛。关心的事物有人跟事嘛。你也可以给他关心嘛。关心，事实上我关心事物，我不会勉强自己。所以我都跟人家讲说，其实关心事物跟要不要孝顺父母一样啊。你这要关心的时候，那你想到的时候你就去关心，你不要想到将来我怎样的时候去关心，那时候可能你一辈子都关心不到。也就是说，你要对父母亲孝敬的时候，随时就要表示一下，就去关心父母亲，不要父母亲不在的时候说，那你关心不到。其实就是一种人的随缘的环境里面，觉得做这件事情有意义，有机会就去做，不要等待。就是像你对你的母亲，对不对？你母亲那么辛苦，我母亲养大你们8个人，对啊，这不简单的带爸，今嘛带一个囡仔都有够歹带，搁带爸，然后妈妈真的是相夫教子。我妈妈很辛苦，所以我大哥是跟着我妈妈辛苦，那我们比较小，我们辛苦比较少，所以就看着妈妈辛苦，大哥辛苦，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好幸运。对，好，那你这议员这个金马啦，吼，一开始你感觉有挫折，一个人这样子，那现在的话，你应该对这个议政跟府会关系又比较熟悉了，所以你知道怎么去运作，可以让你要质询、要去监督、为人民做事的这一份心可以落实。我觉得现在还不错，还不错，因为他们已经了解我对于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合理而且应该做的，我的坚持。所以当我坚持的时阵，伊就知道这个事情不要跟我吵手。因为我都说，你如果做不到，或者你怎样，你要跟我讲。你不要应付我，你应付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说我社会历练都没有比你们少。对不对？我当律师到现在已经快要30年了。我现在不能执业，看的事情我看了那么多，所以你们不要应付我。一开始想讲你新的议员啊，后边发现讲哇，这有实力的，唔敢跟你应付啊。可能无了薪水，我就差哟。有可能无了薪水讲话较大声。大概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都跟你们讲嘛，你们人在关门好修行嘛。他们可能以为人在关门好修行，那时候感觉讲那时候嘴巴的话，其实我从小听到大，所以我都了解这个道理。因为阮厝拢公务人员嘛，早期阮听哥也做法官，阮厝拢公务人员，所以我父母亲，包括我的奶奶，都会讲这句话。原来是当官或者以前都做官嘛，做公务人员的时阵，你是怎样会当比较有大的力量来为人家服务？那个就是修行，就在这个地方。不是公务人员伫内底就会当过足快乐的日子，然后做修行，不是是你有这个资源，所以你会当去做较好的功德，去照顾到这安尼乡亲。我讲过功德，我想到安尼赖副总统。赖副功德。那个事情，是。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精神是肯定的，精神是肯定的。
对，哇，所以其实呢，我听到这也感觉讲，真的是一个很奇特啊，其实很让人尊敬的一个人，因为本身要这么多重身份就不简单了。然后我想我那观众朋友应该做好奇的，得讲，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建议一下？因为你本身呢、又是有做过这个都计委员，然后另外呢又是不动产方面的专业，又做理事长等等，所以你迄阵在那么低的点踏入这里，大家就会觉得你很厉害了。所以是不是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些建议？因为今嘛大概讲要买厝啦，要买地什么，有够困难呢。那在我们台南市，如果说真的要买屋的话，有什么建议吗？目前我们台南我们的不动产因为有全国性个分在安台南，嘿，安尼，按目前的房地产，我是认为有点脱离供需市场。哦，是啊。对，这是我真该理解。有点，我北但是我不能去唱衰房地产。对对。但是我来讲说供需，你啊房地产当做一个产品，你要有供需面。但是按正遇到重要个不是供需的问题。按正遇到有足侪问题，第一，按呢，原物料、工料拢在起价。起足侪吼。对。按台南可能涨的幅度，比别的县市多。为什么台南会比人家多啊？因为按这波按原来按的台南的房地产拢透天的为准。这届按台南开始，这波房地产开始有大楼。大楼就比较多。而且有按的，比如按的府城内底只有爱盖大楼，无透天的袂使爱好。有规模的土地就差不多起。之前咱南部较爱起的透天厝，好，起码都所以超大楼。这个的转换的时候，变成工人突然要密度很高，大楼要做一工人嘛。透天的工人的时阵就无遐了，所以就会涨价。所以做透天跟做高楼的工人是不一样的。工人会弄甚至差不多，有一部分不一样，但是要主要嘛是再来要去，来。我们现在我们的台南的科技业的发展，尤其我们的南科的发展，所以按的工人搁加按的厂房也急着要增加。因为工厂加按起厝会当嘛，一两档，但是工人是公司按的电子要直接抢业绩啊，抢订单啊，是，所以都在抢，所以按的工料。按台南是比别个县区较悬的。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低利时代，低利时代到尽了无法度啊。但低利时代的情况下，会变成我们建商比我们的民众口袋深。因为按的民众要买第一间厝的时阵，若不是要娶某，就是要生囝。你想，伊根本讲要啥明年较娶，后年较娶。对啊，因为他买房子有他的一个，我都在假设的时机点。但是我们的建商现在可以，我一段时间还没啊，你无要我定的，所以那现在因为我们的投资工料的上升，所以这一波变成我们的买预售屋的人，投资者赚到。预售屋的赚到。为啥赚到？因为你想，去年小人起一间厝的成本，到今年的时阵起一平地的成本，至少一平地的时阵上升1万块钱。假设真假的是8万，正常才9万，9万无啥一定买得到。伊买土地，伊买一间厝是一平。对，就赚跌啊吼。所以投资者赚到，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政策慢慢应该要修订，要调整过来。我感觉我们的工料，我们的工料这一块，应该要好好去调整，真的要好好调整外劳的外移工来跟我们做建筑这一块。但是这一块我们我们的一些劳动团体，他又不愿意让我们外国的劳工来跟我们。他怕说抢到本地人的工作，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因为他担心开放了以后收不回来啊。我是感觉讲，这应该没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工人
成本啊降价得来的时阵哦，那个真的会降很多了。会降很多，因为其实有些工作很辛苦，本国的劳工也不愿意去做啊。对啊，这真正的讲，因为按爱用开放的心胸来面对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的政策实施了一段时间，随时要去调整，对，而不是说今天开放了以后，那以后就收不回来。我想应该无这个代志啦。我感觉讲家安尼有关的单位有关的机关、有关的那应该来正视这一块，因为这会饲一个啦，会饲嘛会要求一个，你今仔日劳工入来的时，成本就安尼成本比人的成本加买应该上这3倍以上吧。你想买一间厝的时阵，用伫料起价，工若落价，料就对落啊。安尼毋才买得起，无即马是要买厝啊。所以伫遮按若要买厝，我讲的，我说明这点就是讲，其实买厝的时机，对要结婚娶某的时阵，根本就无法度等。所以即马敢是买厝的时机，就毋是啊嘛。照你安尼讲的话，这个我没有办法去判断研究，因为以前有一个空头总司令，叫做张金乐张教授，有一个多头总司令，是我们那个严炳立那他们2个的预测，你看那个张金乐，在民国93年就在唱衰房地产，民国93年唱衰房地产，你看听野话的人多可怜，你唔知？听野话人的是做这来了，所以其实是看到需求，然后要量自己的能力啦。但是我是认为我们的一部分的建筑产品已经够多了，已经够多了。所以但是按袂堪一单啦，按最重要是袂堪一单。对，所以你头讲安尼对。收购嘛，收购的人，你收购的是娶某的时阵，无阮祖囝无要嫁你啊，安尼会遇到这个问题的抉择啊。没错。所以这是自己应该是买到自己的能力能够接受的。买厝2点啦，买个便宜，高兴。对，买个漂亮自己喜欢，对，所以一定要喜欢为主，因为这是你的窝，你的家，所以你喜欢了以后，你以后维护是有办法。那买到便宜，当然就很高兴。我跟你要买多少钱而已。所以我觉得买房子没有多少水分。第一个喜欢，第二个你觉得价格你觉得也可以接受，而偏便宜，那也是这样，每一天回到家都高兴啊。对，我觉得是。对，有一个舒适的家，然后自己工作什么各方面也会过得比较顺遂。那个是我们的避风港。对，那另外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房价高的问题，可能就是要透过一些修法啦，然后议员、立委等等帮我们做争取的。有一些我觉得要去关切，要正视的话，可能多方。我觉得我们的劳动，因为劳动的成本一高，物料又跟得上来。你把劳动压下来，物料它就没有理由涨得那么高，因为有一定合理的比例呀。是这样。是，好，咱拄则有讲到，你迄阵参选议员是感觉讲为什么咱政府较无迄种合并之后比较不重视西北，但是现在呢，议长郭信良他2021年的农历年要在西北办这个灯会，人会感觉讲足奇怪啊，一般灯会敢是拢市政府办，为什么是议长带头办？你的看法咧？要有一些要思考开放的措施。其实很多事情真的不是非得怎样做不行，但是呢，要有一些变通的方法，有时候让人家有一种 surprise 的感觉。对。有一些 surprise 就是要那个要惊奇或者惊艳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肯定去做的。我们的完整的台南，我们的一个文化古都，要好好的去架构完整的台南市，
其实我们台南市大台南市整个直辖市是非常完整的。这个完整的地方要均衡的去把它架构好。那刚好县市合并可以去架构，不要去把它弄得分开了。那所以这对于西北上面要怎么去做？不是说西北要做很多的建设啦，西北要花很多的钱，不是，应该要花在让大家都有一种发展的潜力上面呢。大家彼此呢来做一些良性的整合，而且让我们西北跟西南的老百姓的这些乡亲，大家都非常的快乐，各自去就各自喜欢的来生活，让我们的台南市的一个市民，真正是才能够真的是一旦谈恋爱，要生囝，对，而且要结婚生囝，再种工作。其实这要有方法，而不是口号。我觉得这个口号好像都在念给胡成听的。西北对这个口号好像是很很漠然了。就是说口号没有看到行动，对不对？要听这口号，阮伫遮迄个，其实伊个并不是困难的，是无够了解溪北的需求啊。溪北的需求并不是足大。所以你今麦已经做议员啊，而且你也熟悉了这个议事的运作嘛。我想你应该当为咱的溪北的乡亲争取更愈济。所以伫这位最后，你是不是你后接下来有什么款的计划，要来替咱的民众发声的无？我是建议阮的乡亲爱前在去要求讲，迄个议员，迄个大家较加油的第二我会讲爱甲阮的执政党的议员去甲讲，市长讲，阮溪北建设伤少，尤其阮大北门区，安尼，我讲恁爱去讲这话。对，安尼。恁监督市政府，来民众监督议员。对，你迄个交市长较熟的，迄个叫咱的乡亲甲民进党的议员甲讲，去甲市长就执政党，就去甲讲，对阮建设伤少。市长听久一届、两届、三届，听久就会迄个。对。这就是表示讲，其实咱伫这个民主社会，要人主动甲咱关切，尤其政治人物要甲咱关切，其实是还是违规，有要的才会有啦。有要还未必会有啦。对，但是不要都没有啊。没要的话，他可能真的你不需要。对，没错。这是我一段时间的经验啦。是做议员了的体验。所以我真届无迄个做光桥的，无插的时阵我来讲甲恁光桥，恁去做迄个做执政你有行政资源啦阮就属农工商做咱家己工作，咱会认为讲，伊应该会做好啊。但是较落尾即个发言，就是我拄则甲甲主持人你迄个报告安尼对啊，买着爱讨，安尼讨着无一定讨有，你无讨敢会有？对，加讨几届啊？加讨几票安尼这讨无，就爱用争的，安尼这嘛民主社会，因为你无讲，人又无去感受。唔知也袂感觉你需要。你要全部要有执政者来看到这事实忙也感受不到。那我们要自己出声。自己的权利要自己争。对，哇，好，我今天访问到这一位呢，是我访问过有史以来呢最奇特的议员，但是让我相当的佩服因为他每一种角色都扮演得很好当然你的文件越来越上轨道，大家也会越来越期待说，你来帮大家争取什么权益？哇，今天呢，咱真正非常欢喜邀请到陈坤和议员到我们节目当中，哇，听到他这么多的一个故事，然后为什么人家会成功是有原因的。好，咱再次感谢陈坤和议员，谢谢你。感谢乡亲，感谢，谢谢好，嘛感谢咱观众朋友收看《市民新声》节目，伫遮搁一段落，咱再会。